天主教教宗彭切各伫咧梵蒂冈主持平安夜弥撒，呼世人爱提出勇气来改变。另外，中国边在耶稣出世的所在地伯利恒，已经连2年耶诞节农历战争。伫咧叙利亚是有数百名的基督徒，因为一丛耶诞树往放火烧去，发动抗议。 方济各历时主持平安夜弥撒，高展开2005年天主教禧年，伫仪式中拍开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圣门，伊坐轮椅从撒勒划过，代表2025禧年正式开始。预计明年会有3200万游客造访罗马。禧年被看作是和平、原谅甲赦免的时期。E ce ne sono tante desolazioni in questo tempo. Pensiamo alle guerre, ai bambini mitragliati. Alle bombe sulle spoglie e gli ospedali. Non indugiare, non rallentare il passo, ma lasciarsi attirare dalla bella notizia. 耶稣诞生地约旦河神话的伯利恒，是连续第2年处伫加沙战争乌影之下，数百人组织弥撒。以色列当局温存耶路撒冷，拉定礼宗主教披萨巴拉司基到加沙弥撒。外口是会当听到无人机伫附近飞来飞去的声音。加沙所弄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伫圣家堂自以下冲突了后，伫遮寻求庇护。 أتمنى السنة الجاي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يا رب مثل هاليوم نكون نعيد في بيوتنا. 叙利亚西部城市哈马附近以基督徒为主的市镇，苏卡拉比亚市区圆环中央一粒大型弹树焚烧，首都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历时就安尼上街示威。 من الأساس الدين المسيحي موجود بسوريا من الأساس رح نهتم بسوريا. 根据了解，有几名穿连帽衫的人士点火烧耶诞树。叙利亚人权瞭望大组织表示，放火人并不是叙利亚人，是来自伊斯兰主义团体民族学行为者。示威者呼吁叙利亚新的临时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少数族群。但2礼拜前，叙利亚阿塞德政权交予反抗军杀倒，领导叙利亚的三无解放组织捌承诺会保护叙利亚的少数族群。公司新闻吴连编译。